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南永康一大卖场，伫早暗有传出枪声，这是一个姓吴的查甫人，那亲像是啉烧酒醉，摕武士刀伫卖场乌白压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在压制过程中无细致开枪，去拍到这个查甫人的颔棍啊！伊当场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了后，即马有救回来，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。 卖场门口有封锁线，无远的火机啊涂骹，一个人看到火焰，监视人员伫咧内面采证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。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一间二手卖场，12暗7点外发生有民众夜倒闹事，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压制，则听到枪声，嫌犯就倒伫咧涂骹。警察说好几声坐下这样子，犯人好像是往里面冲，然后可能就是后来。 就听到了一个枪声，对，然后大家就默默的往边边靠。那个人怎么样啊？有中枪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应该是中枪，因为后来马上就叫救护车过来。有民众讲，这个48岁姓吴的查甫人，敢若是啉酒醉，手内摕一支武士刀伫咧门口一直压。警方到现场了，叫伊甲刀放落来，伊煞走入去卖场内面卖。警方缀伫咧后壁，趁机会甲伊压制。伫过程中，敢若是抢走火，击杀到这个姓吴的查甫人颔棍啊！见无名手持武士刀。 立即持枪警戒，并喝令其将刀子放下，趁其不备，冲上前压制。为压制时，疑似枪支走火，击中无名受伤。原警立即通知119救护。姓吴的查甫人一开始是无喘气、心跳，未啊送病急救，才恢复生命现象，不过也未脱离危险。是不是真正是抢走火造成的，也是警方执法过当？台南地检署目前也搁伫咧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